有一阵伫台南传承100年产业的第二代少年人举办府城二代祭活动，用摆搭办演唱会这款方式，让少年人也愿意接触这款老产业。因暗7点半，公司台去来青春咱的网，带大家做伙来看100年老店安怎重新受少年人的欢迎。休困时啊，过道原底应该是安静的台南老街，今仔日人煞是吵。这是府城2代祭，头一届举办封路活动。来参加活动市集的粉仔，大部分是台南传统行业的接班人。阮这拢是台南制作的物件，去互人看到，毋是干那小食尔，阁有一寡故事会当互人知影。在这场真特别的市集活动，除了有点心甲好料理，还有真侪传统行业来摆搭。因拢是台南一寡老产业的新生代，因为烦恼演过记忆会去互放袂记哩，所以这接班人都互相串联、互相相听，希望台南的意象会当继续生存。晚上饭多吃一碗，是用2只手在施力啦，对啊，其实嘛是咱安尼，这个聊安尼。你无变，无代表外口的环境无变嘛，外口的环境是一直在改变的嘛。啊，你无变，最后就是可能你就是做歹经营落嘛。好多，要不要少放一点才可以塞壶啊？我就想讲，这台湾的特色，台湾的物件应该爱家己了解更较深入的。家己 DIY 来做香，算命的壶啊变做是文创商品。府城传统的新世代，用行动改变传统的观念，互当你消息的故事会当继续弘传落去。互相扶持啦，阮就是大家拢要倒啊，所以爱扶持起来。这阵府城的第2代，因勇敢做出改变，在 AI 科技当时行的现代。核心正互传统搁再创新，重新加入咱的生活当中。记者陈义文、梁新维台南报道。